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在顶礼拜五，美国在台协会发出了一个声明，讲台湾未定论地位未定论是啥物？咱讲是非对错敢有差别？伊讲大是大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另外一个伊讲。美国是挑工咧制作咱分裂，到底美国人是在想啥物？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普林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姚明聪，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何志勇。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晚安，大家好，我是何志勇。那么第三位是历史教师、亲金联名发言人，也是棒球高中历史老师吴慧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这是什么一回事？美国在台协会公开表示，中国。故意甲二战时期的文件乱注国，而且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甲旧金山合约，这三大文件拢无决定台湾最后的政治地位。想袂到美国国务院嘛是讲同款的话，无认同中国讲对着台湾有主权的论述。中国对台湾多方面一直施加压力，尤其想要透过操作国际法律战，和台湾的主权无明确。不过，伫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开讲，中国故意错解二战时期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也有旧金山的合约三大文件，拢无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美国国务院嘛表态，中国透过错解二战时期的文件来支持协力台湾行动，会替台湾反对改变现状。事实上，国际社会理念相近的伙伴眼睛是雪亮的。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存在、互不隶属的客观现状。三大文件1943年开罗宣言讲，日本撤出中国的领土，像讲台湾澎湖群岛等，说明实行中华民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搁再声明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的内容。1952年旧金山合约，讲到日本政府放弃对于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等。学者分析，美方是伫反制中国的法律战的手段。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并没有成立，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你中国大陆自己去把话讲清楚，而不是在扭曲历史。AIT 将理事主席博瑞特强调，这是伊头一摆看到 AIT 具体的讲法，不过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政策。学者陈凤如认为，美方主要就是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既然中国故意操弄法律战，美方有必要出面协助讲清楚。美国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维持所谓战略模糊，可是现在中国一直不断滥用，讲得这么清楚的状况，美国就觉得有需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得更澄清清楚这样子。AIT 真罕见地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引起各界关心。丁书帆嘛分析，为中国乱用年代2500号决议文，到这由93阅兵，要抢夺对日抗战胜利的话语权，拢伫一步一步孤立胁迫台湾。美方这届表态的主要目的，就是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记者采访报道。我相信观众朋友哦，他在看这条新闻的时阵哦。已经去看到唔知咧讲啥物，唔是讲新闻做了歹，是因为讲了真复杂。这件代志本身就真复杂，而且钉钉塔塔，对1945年甚至盘古开天就当开始讲起，但是已经也到单，这也唔是新闻啊吼。那会即阵时，美国在台协会，这是真罕见。不过我也观察到一个吼，因为我做新闻出身的，咱就知，伊超工伫拜五。要下班的时阵，甲你发布，这就是阮以前咧教人来讲，如果你若是一定爱讲，但是你佫无爱真侪人知，但是看来的人知，你就拜五差不多要下班时阵弹出来，这就是一个新闻的用语啊，叫 Friday Night News Dump， 跳工等一下啊，点安尼，老师。
伊即马弹落去，就亲像即个陈教授在新闻大所看，就是讲，因为你中国一直讲哦，台湾是你的，啊，佮讲哦，你九三阅兵哦，即个抗战胜利是恁的，所以我一定要甲你下甲民水，是干那下民水安尼了吗？还是讲有实质有这进展，还是亲像伊所讲的，内面真侪人拢讲说，人一直都是安尼啊，老师。其实对台湾地位的问题，差不多1945年终结了，就一直存在。哦，佮会存在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伊结束一个时代，啊，伊结束一个战争，伊爱恢复秩序。佮伫这秩序当中有欧洲的秩序、有亚洲的秩序，佮台湾的。所以美国对迄阵啊开始，伊坚持台湾的地位应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佮当然伫迄个时阵。一头先，伊毋是讲啊真清楚，慢慢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佮包括旧金山的合约弄出来，所以美国差不多对1950年开始，伊就一直咧坚持讲台湾地位未定，佮伊这个未定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差不多1950年建立伊的政权了，伊一直咧对台湾的主权进行声索。伊感觉讲，台湾就是伊一部分，伊不时一直讲的时阵，未定就是咧挑衅因对台湾的主权的这种啊。所以老师若是对这个论述这条路来看起来，这个美国无变啊。无变，佮伊即摆安尼讲哦。伊安尼讲，透过一个相当于大使馆的这个位格，来讲这话。伊是有啥物政治目的，还是有人讲无啦？伊就是吼，因为啊，习近平要伊甲讨物件，最近在即个 DC 啊，拢咧拉比讲哦，大家要少见面啦，上好伫 APEC 遐见面啦，啊，佮甲你绑一个安尼。我最主要是量化的即个稳定、量化的秩序面对挑战嘛。哦，因为美国一直的原则就是量化的问题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当量化开始有紧张的时阵。尤其这个紧张会牵涉到台湾的安全，伊一定要表明一个态度。啊，所以加一个物件去，啊，互伊较平衡点。要安怎讲？因为伊这嘛是咧回应去年开始世界各国对2758决议文啊的定在去声明。伊讲哦，中国是扭曲这2758的决议文。2758讲了真清楚，世界敢若一个中国，北京的政府代表这个中国。但是2758无讲到台湾，但是中国的扭曲就是伊会加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伊要求各国爱承认，所以包括台湾地位未定，就对这种一个中国原则的回应。但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阮无安尼认同，阮嘛无安尼承认。甲你讲，甲你上最是认知教，认知，还是讲我知你安尼讲。哦，但是我唔是用法律的理事讲，我承认台湾是你的一部分。所以老师，我小做一个小结，就是讲，伊即摆弹出来，就是希望讲你中国唔通搁再进一步来破坏掉两岸之间的这个平衡甲稳定。啊，你莫搁讲啊，是这个意思？无唔对。安尼我来请教着胡老师吼，胡老师，你认为伊即摆弹出来这物件有啥物意味呢？美国应该是第一次有国务院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啊，好，来讲台湾地位未定论。好，我看的有点傻眼啦。啊，因为简单来讲啊，如果台湾地位未定论了，那老实说，它也推翻了中华民国从自始至终在台湾的合法统治。老实说，当时啊，美国当时提到了，国务院说，不管是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等等，旧金山合约，但他少提到一件东西，那个东西其实至关重要，什么东西呢？中日条约。1952年的中日条约，很多人知道啊，对啊，旧金山合约，中华民国没有派代表啊，中共也没有派代表啊，为什么呢？因为两边在打仗嘛，内战，而且那时候就有中国代表权的争议。你现在苏联嘛不去啊？所以，但是他跟台湾没有关系嘛。所以有人说，那你中国代表，因为世界大战拢是因啊，因为大家都要斗参啊，大家拢有见证啊，三人共500无当地靠位啊。所以旧金山合约它就是战后的一个和平条约，希望跟大家把权利义务弄清楚。结果中国没有代表参加呀，那台湾只是
日本就是放弃而已嘛。那怎么办？就说台湾主权问题论。但是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日本后来会来派代表来台北，跟中华民国政府签了中日合约，确定台湾跟澎湖的归属？因为美国人逼着日本人来的。那为什么美国人对台湾那么好，要逼日本人来？你讲美国人逼日本人来，逼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有，当然历史史里面都有历史证据。有，因为当时本来美国人一开始啊，对于中华民国，老实说也是放弃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时候，美国第一时间没有跟着来哦。美国第一时间没有跟着来了，结果后来呢，碰到就后来碰到韩战嘛，碰到韩战，那美国人想说啊，糟糕，不行了，那还是得跟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权在一起。那后来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旧金山合约的这个和会啊，那日本啊，即便签了约，美国这个合约啊，要送回参议院，国内参议院要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总统叫做乌州 Wilson， 他提倡什么？14点和平这个原则，然后要通过国际联盟，结果呢，他自己提的，美国参议院啊2次搞好管了，对呀，所以他没办法，所以现在他逼的说，如果美国用这个当理由啦，日本如果你不跟台北的中华民国签订中日合约之后，不签订的话，我在美国的参议院哦，我恐怕没办法通过旧金山合约哦，那到时候你的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大家看我手上这个牌子啊。你看，好多国家的国旗，包含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啊。这是最早本来盟军的计划，要把日本比照德国分刮掉了，这叫做4国军事占领计划。后来没这样做了，美国后来就独自占领了啦，但是保存了天皇嘛。那如果美国的参议院不通过旧金山合约，日本继续维持被占领状况，叫什么 Occupy Japan。所以那个时候的日本啊，所有出去的东西。有规定哦，盟军司令部下达规定，不然像这个摄影这个相机啊、瓷杯，它只要出口，上面一定写 Made in， 大家喜欢买日本货嘛 ，Made in Japan 嘛，当时就是规定 Made in Occupy Japan， 就是这样，他没有主权啦。好，老师，咱直接跳来这合约来看哈，合约顶头我替你找啊，第10条，我要请教老师啊，这顶头这英文哈，这在座可能英文咱拢可以啦，OK 啦吼，咱来看哈，伊这英文版本啊 ，shall be deemed to，shall be deemed to， 伊唔是 are， 吼，伊唔是 are， 唔是讲是或是就是，伊是 shall be deemed to， 意思是讲可能还有某一个前提、某一个 condition、某一个情形之下，不管，反正我即马先甲你当作是，吼，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去平和。所以实行，或者是将来可能实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之平和居民。老师，你安怎看待这个条约？我相信你一定是要来讲这条吧。shall be 啊，shall be 什么意思呢？之前光这个巴黎气候条约啊，就是为这个字啊改来改去，后来改成 should be 啊 ，shall 就是说未来就是要这样干啊，所以后来。巴黎气候条约大家改成说那些 should be， 就是大家觉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只是规范性的。像 SHALL 这个重点应该是 deemed to 吧？这个重点应该是 deemed to 吧？应该这样。你若讲是以后要安尼做，应该是直接就 shall be 就好啊，是不是安尼？咱网友若有英文歌手吼，麻烦伫下骹留言者。好，我想补充一点哈，重点是事实上。确实，第一时间，1945年日本受降在台北。无啦，事实我当然知咯。我是讲，伊这个写这个用意是啥物啊？你的英文我这边没有啦，我这边只有中文哈。不，老师我拢印互你呢。下一页。我拢印互你哦。下一页。哎，你会当看者。下一页。我这是我可以说明一下。我这里应该有。我先和吴老师先讲，老师先看一下。来，吴老师。这个主持人我也当来攻击了哈，因为重点是 deemed to 哈 ，deemed to 上面意思就是视为，什么叫做视为？就是你本来不是，不过我甲你看做是，哈。这条大家当地会讲第2条。这个吼，咱都学过英文的文法啦吼，是以现在事实相并。
嘿，对，就是含即摆事实无共款。你本来唔是，啊，毋过为着特殊的状况，所以我必须要甲你看做是吼。啊，大家咱去讲中立合约的时阵，拢惊看第2条，吼，也是看第4条。其实第10条才是美角的所在，吼。迄就是咱即摆遮大部分的台湾人有中华民国的国籍，真重要的根基，吼。因为你看中日合约是中华民国伫台湾的中华民国甲日本国签的，啊，毋过即个条约竟然中华民国的国民是虾米人，爱含日本人参详哦，这是毋足奇怪？世界别个合约其实很罕咧看过有即款的情况，啊是安怎？因为头一个旧金山合约，日本讲我放弃台湾甲澎湖啊，因为伊进前马关条约伊摕到台湾甲澎湖做伊的殖民地，啊毋过即马伊放弃啊，啊毋过放弃伊要讲互虾米人？即马放弃，安尼迄当阵是有联合国的时代，联合国爱保证人权公约，爱保证每一个人有一个国籍，啊，无会变成难民啊。所以日本真正真惊讲，我头一年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甲台湾甲澎湖放弃啊，遮内面也有600-700万人诶。但是日本一个人拢甲我日本讨国籍的时阵，我要安怎？所以伊伫美国的介绍之下，含中华民国伫迄当阵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签约，伊就爱先讲好势讲，我即马我认定按照即个合约，即马住伫咧台湾甲澎湖已经有的人。中华民国人，什么人？就是1949年含中国国民党一直按中国来的迄就所谓个外省人，迄时。第二个是啥物货？1949年以前就住伫台湾的人，吼，就是咱所谓的本省人，甲因后来的子孙就是我，吼，我即款，伊叫阿公阿嬷，嘿，这个人，阮拢甲认定伊就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所以就表示啥啊？确实这是为着迄当阵罕见的情况下，拄则何老师有讲过，无错。伫国众内战的时阵，美国头先是放弃中华民国的，伊感觉国民党无效啊，吼，非得你那个去玩玩的，含我无带。咱周总统就讲，小等来看嘛。嘿，对啊，所以1948年8月有一个中美政策白皮书，迄当阵杜鲁门总统甲国民党这么歹听呢，网络上拢有会当去查一下。所以呢，毋过后来念伊到1950年6月罕见爆发。罕见爆发，美国才害着啊！请讲害啊！我即马共产党要扩张，共产党毋是干那要统治中国尔，伊可能会对危害到西太平洋的安全。叫做 Action Foreign Line。所以何老师拄则讲的嘛是对的吼，就是安尼，就美国才转变伊的态度，讲我爱支持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所以咱来解决中华民国本来是无资格管理台湾甲澎湖的，即马爱互伊管，爱承认这个事实。伊是安怎无爱迄阵时就直接讲，是啦，恁就是中华民国的人。嘿，对，因为按照国际的国际的条约，袂使安尼讲的，因为第24次世界大战像台湾这款前日本殖民地，毋是敢若台湾尔，韩半岛，当时安怎做的？虽然伊是两边无共款的，韩半岛北纬38度以南是美国占领。北纬38度以北是苏联占领然后怎么样？公民自决嘛，好，所以咱即摆在湾呢，这菜讲1945，咱10月25号即摆要放光复节，看我的高中生吼，这世人都有办法过，都没办法放过，好，因为他突然发现，怎么今年多一个假哈 ？OK 那是为什么？因为10月25号发生什么事情？1945年10月25号发生什么事？这个是要纪念的是这个事。就是第咱台北的中山堂，西门町的中山堂，这个舞台顶挂4个国家的国旗，4个国家的国旗，什么货？有加苏联，这是美国，这是中华民国，这个是英国。所以这什么货？这是台湾的总督爱伫中国政区，不是中国，是中国战区的台湾家爱上同盟国投降的投降典礼。所以，咱若10月25号放假，所谓的台湾光复，是谁光复了台湾？这4国光复了台湾，让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变成不是日本殖民地。对。那所以，如果一定要讲台湾光复节，那我们要问主持谁光复了台湾？
那我们现在就在讲说，是中华民国光复台湾，拍摄不是历史照片，敢人讲不是安那样。这张照片其实下面还有，好，下看下面人，下面人，还有同盟国的军事代表席。还是同盟国一个，而且金兵黑老师讲的是这段吼，1945年这段吼。但是我也是有兴趣吼，这第10条吼，李老师，伊是安怎无爱直接就写讲啊，恁就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是搁爱弯弯翘翘写小笔点头，我的猜测啊，就是因为还有问题嘛，无解决嘛，是不是安尼？确实啦，因为对美国来讲啦，因为当阵国共内战吼，是国民党拍输来台湾嘛，吼来台湾了啊，本来啦，大家头脑这个老师拢有咧讲，本来迄当阵因为美国看到讲，你可能国民党挡袂掉，这个挡对待袂掉，嘿，所以迄当阵因就宣布一个因对这个。国共内战的时，他们不介入，因不爱管。迄当阵大家讲嘛，中国白皮书大家都知影。啊，迄当阵美国内部搁咧吵嘛，讲谁 who lost China 嘛，有无？向输去中国嘛，输了中国嘛。迄当美国内部咧吵嘛，因为美国内部确实有一块人是咧支持咧蒋介石的，嘿，蒋介石。另外一边是。东进中共迄边的嘛，所以当阵两个咧吵嘛。啊，问题就所以到即马到迄当阵就美国就感觉讲，迄当阵的台湾，你会讲岌岌可危，还是摇摇欲坠？唔知影，因为当阵虽然韩战了嘛，韩战拍了，迄当阵两岸变讲是有点分割啊啦，因为到尾迄个杜鲁门在。1950年6月韩战爆发之后，他不是下令第7舰队巡航嘛？变讲动起来嘛？迄当阵中共海军无可能拍起来，啊，迄当阵动来嘛是讲无爱互蒋介石，互咱国军拍落去嘛。所以伊动一动，啊，动中我准备讲台湾这块土地，甲伊的人民后壁的归属到底要安怎？迄当阵佫唔知影。所以唔才会讲，踮咧中日合约才有一种这个文字出现。啊，不过大家要知影，中日合约就像头拄何老师咧讲，中日合约是因为美国逼日本，来到咱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签无，因为当阵日本其实就是讲叫日本的首相，你咧好一个名分啊。而且迄当阵因知影，迄当阵日本其实有想要甲北京啦。因为因感觉讲北京较大，因为感觉讲我若甲你签，甲你有拍好迄个关系嘛。啊，问题美国无愿意啊，所以毋才叫伊来签。所以日本踮遮咧签的时阵，在这个字句上，因为非常斟酌。啊，当然，因为你合约还未生效前，踮咧台湾的人民，迄当阵你的归属到底是啥？确实是真歹讲，啊！问题大家来看，你讲虽然迄当阵1952年签的时阵，进程是这个台湾人到底是倒一个国家的国民，啊！问题大家来看，像头那黄老师有提迄个图，会讲踮咧4国踮咧共同接受日本投降，啊！不过无可能投降了，台湾的人民同时拥有4个国家国籍吧？无可能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国家来处理。啊，问题若根据迄当阵那讲根据开罗宣言啊，加后壁这个波茨坦公告，加后壁这个日本的扶强文书，伊拢讲啊，日本窃至中国的领土必须要归还嘛，而且日本踮咧主要的对。老师，你要甲我问的，你讲出来，我先煞问诸位啦吼，就是讲，好，这公布啦，有人讲啊，这公布都有这个效力啊，这个国际效力啊，啊有人讲啊，这也无签啊，无签就无准算啊。但是我咧想吼，以今卖咱台湾囡仔咧想讲，迄盘古开天的代志，关我什么代志？我即摆有咧选总统啊。
我就是啊，吼，我管你叫做中华民国还是咧台湾，恁遮老人是咧吵啥物？吼，但是唔对呢，吵嘛是要吵出一个道理呢。吼，咱来看吼，我要问姚老师进前吼，咱先来看这中日合约的第10条吼。当因的亚洲局的局长登去到日本了，对因的国会咧说明的时阵，伊啊咧看第2条，1952年6月13，伊讲现在拜托各位审议的甲中华民国和平条约，并非以决定何处是中华民国领土，谁是中华民国国民为目的而进行交涉。在这里，并无写到领土问题以及领土归属，或者是何者为中华民国国民安尼协调。就如先前所言，第10条规定的宗旨，并唔是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到底是谁这样的事情。姚老师，其实哦，主持人你讲的这第10条，你要用法律的观念去解说。第一，就是迄阵啊，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啊，搁伫台湾啊，搁带一寡人，伊自本有日本国的国籍，搁所以要安怎？所以伊若无返去日本的时阵，伊伫遮，伊一定要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所以一般你咧处理这种尤其战争啊、领土移转的这 case 哦，就是向咧管理者。先爱互遮的人有一个国籍，安定，有一个安定，因为国籍牵涉到人权的问题、甲保护的问题，所以这个国籍甲领土是会当分开，是会当分开看。宽移处理啦，宽移处理。即马毋知咱来登到一个真接续要讲的，就是讲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伊一定要有一个法律的基础。所以啦，照中国讲，还是照过去啊，国民党因的一贯的讲法，就是讲到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毋是法律文件，这个是有签无签是2回事。这是那就是新闻的公布，还是讲吼，这新闻的备忘录，就差不多安尼尔。所以伊表示一个意见了，伫战争结束，伊爱恢复秩序，就要用法律来去确定这个现状，所以这就是旧金山合约要处理的代志。所以咱咧看，包括台湾的地位的时阵，旧金山合约敢若讲这样代志，日本放弃啊，佮放弃了，佮来要安怎？迄阵啊参与的国家是讲好，咱要处理台湾的主权归属，咱爱照联合国的这个宪章，啊，佮联合国的这个建立的制度。联合国是伫开罗宣言了才建立的一个制度，所以而且我嘛要甲观众朋友哦所解说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甲第2次世界大战了，咧处理的这国际问题，伊的法律方法是无共的。伫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佫有啥大国决定，然后大国会当分的这地，好像吼，比如巴勒斯坦，哦，一部分是英国管，一部分是法国去管，到后来要安怎，毋知。但第2次世界大战了，伊会甲这问题建立几项基础。第一个就是自民自决原则，第二就是讲你任何啦，不甲殖民政府啊，是讲甲其他国家若有迄个领土的纠纷，有即种冲突的时阵，爱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不管安怎，毋是倒一个国家讲的就遵守。所以美国伊会当决定台湾的命运，但是你来。进入到联合国了，伊嘛是爱各国上无爱少年上爱有抓有字啦。对，所以才有迄个旧金山合约，较侪国家参与。所以较侪国家参与了的时阵，台湾地位未定。这个未定，毋是代表讲伊的主权未定，因为主权还是保留伫台湾人民的手内。所以台湾人民要安怎甲伊的主权归属予某一个国家，伊有一个程序爱进行。但是迄阵啊，伫台湾已经是进入到军事统治的时阵。啊，像你安尼讲，国民党嘛免紧张啊，因为政权那是咱家己人的，咱的手头啊。我毋知国民党咧紧张啥，但是咱嘛是照法律来讲吼。伫1951年，日本放弃了的时阵，台湾的主权暂时由中华民国政府来掌理。那照联合国的看。
中华民国政府是联合国的一份子，伊要照联合国的规章来帮助这个所在完成自决。所以自决人民来讲接受中华民国的通知，中华民国就对这有正当性、有合法性的通知。但是迄阵是客着讲，我一卡搁伫中国啊，我若是办这自决，我就表示我放弃中国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华民国迄阵对台湾的通知是用戒严法，戒严法就是军事占领、军事占领。伊嘛袂使办，伊无爱办嘛。佮无爱办的时阵，就互即个正当性甲合法性一直无法度完成，一直无法度完成。你若要问我讲，安尼咱台湾的地位到底议定还未定？至少照我咧看，伫1992年1月1号以前是未定，但是1992年1月1號，為什麼我會定這個？老師，你這看的是實質的自決說啊，實質的自決說，咁嘛是符合着聯合國憲章啊，好，還是講伊包括伊咧處理納米比亞的 case 啦。安尼就下課啊，安尼咱就下課啊，安尼就免講啊。咁唔知主持人你看嘛，這個問題是真簡單的問題，但是你若唔愛照國際法，唔愛照國際共識來講的時陣，嗰咱就講袂完啦。但是社會是現實的。軍頭母，老師你咧講這，我想到吼 ，Churchill， 伊家己回憶錄啦，佢面嚟寫，伊甲 Stalin 吼兩個人密約啥物呢？嘿，來，我甲你分吼，烏海甲地中海，咱吼掛，咱東歐吼，我要地中海即個航權，你要烏海，你要地，你摕去，咱來分即個比例，因兩個就去平的去分的啊，你嘛是。比軍頭母的手骨像較粗啊，所以即擺是像較粗，即擺是美國人較粗啊，是不是安尼？來，侯老師，其實哈，這個事情啊，重點真的不在台灣本身呐。為什麼美國會挑這件事情丟出來？像主持人講的，所以我一開始我就問講，現在美國人重點是在哪？因為現在川普關稅快沒辦法搞下去了，很有可能，因為現在巡迴法院、上訴法院都已經說它是違憲了嘛。所以現在大法官要接這個案子，雖然有3個是他提名的，但是因為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制，所以他不見得能把握這次川普關稅一定能夠這符合憲法嘛。所以他現在要希望在 APEC 11月在韓國能夠跟習近平見一面。川普講了好幾次了，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那有三個 T 要談嘛？伊都用這種話啦 ，tariffs 關稅 ，TikTok 現在可能要延第4次了，再就是台灣嘛。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圍魏救趙的方式啊，所以我是覺得台灣人真的不用太嚴肅看待這個問題，因為美國人也沒有特別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像主持人講，它不是歷史了嗎？這是歷史公案，到現在你說解決也好，大部分人覺得已經解決，要不然我們總會在這個地方了，要不然我們政府應該是非法。而且我想再提出一點，1972年日本選擇跟中共建交，就是轉承認嘛，轉承認了。大家想個問題哦，假設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話，日本是不是需要跟中共再簽一次中日合約，來處理戰後的問題？因為日本跟中共建交也是一中原則嘛。事實上後來沒有，它裡面沒有跟中國建交有建交公報，處理他們兩國的戰爭問題。不講，但是沒有針對這個事情權利義務部分再做一個詳細的中日合約的。老師，這我的理解無相同，不過老沒有一個這個東西啊，沒有一個像這個東西那麼詳細的東西嘛。所以換句話說，老師你稍等，換句話說，不簽代表什麼意思？代表地位已經定了嘛，不用再簽第二次，因為對日本來講，他跟中國政府簽過一次了。他不需要再簽第二次了。他不需要再簽第二次了。保持安尼就好啊。他不需要再簽第二次了嘛？對啊，所以這個我覺得哈，是一加簽加無用的呀。因為他今天這個斷交，並不是因為兩個國家然後斷交，他是轉承認而已，他是移轉承認，就跟美國一樣，他是移轉承認而已嘛。所以等於說，就中國大陸立場，中國立場，它是繼承所有中華民國的東西，那我們會變比較尷尬哦。如果我們覺得說好該就不未定論，但是日本吼，老師，這我可能要就到細位來，日本較大吼主流的政界意見，也是台灣未定論哦。是啊，確實的。哦，咱老實講哦，不管你是自民黨還是其他的黨派，大部分都是這我會去查。所以我想強調最後一點，就是說別人怎麼想啊，其實不是很重要。重點是我們怎麼講。假設我們今天覺得就會定論啊，那這個簽了就算了，沒有簽，
那我们就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我给你请教，他昨姚老师讲，咱1992年的1月13号，因为国会全民改选去啊，哦咱已经完成了咱的法统的这个继承也好，还是讲再生也好，你认为这地位已经定啊未？这个就有点像赖清德总统的嘴巴说，对岸是境外敌对势力，用嘴巴讲的，或者是说你没有去实质修宪，如果要动的话，就应该是切切实实刀刀见骨，不是说阿 Q 精神，就说那这样我们就怎么样了。我觉得这恐怕跟法治程序不太一样。但是同款这逻辑吼，我嘛是要爱就教国民党啊，虽然请李老师来讲，如果你若真正相信用中华民国是主权甲这个是中国大陆，啊，你就去做啊，你得去统一啦。所以我的意思说，假设我们觉得我们不坚守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变中共一部分，就这么简单。从中日合约没有签第2次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赞成。来，老师，我觉得刚刚那个何老师或李老师讲的哈，就我听得出就各有立场了哈。那我是中学历史老师，那我的做法就是让学员看历史事实哈。那这个都是我们教科书现在会有的。那比较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呢，其实台湾有2代人，就40岁以上的人，其实是在中学的时候没有念过这个东西的，既没有旧金山合约，也没有中日台北合约，所以大家都是失智的。台湾人有2代人失智，那为什么现在还要来吵这个事情？而且大家好像有一点点激动哈。那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确实关乎这个统独议题，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有点像我叫黄慧珍还是刘慧珍。我如果连姓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怎么去申请、去就业、去处分我的财产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学校里头现在40岁以下从有学测开始，我们的教科书是不回避这个问题。我刚刚讲。所谓的光复，那谁光复？课本会有这个照片。接下来，那中华民国是不是因此就用了台湾的主权？没有1946年，台湾省政府去宣告说台湾人恢复主权的时候，英国驻华大使馆是抗议的，这个课本有资料的哈。然后接下来呢，当时的政府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的，所以呢，蒋介石，对，蒋介石跟陈诚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发电报的时候，蒋介石骂他说，你陈诚搞不清楚状况哈。台湾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的托管地，好 ，OK， 要等到合约签订了以后才算数，所以确实没有错。后来的旧金山合约，好，因为这个是1949年是嘛，后来有旧金山合约，有中日台北合约，好，都在处理所谓台湾主权的问题。但是就刚刚姚老师也讲到的，不论是旧金山合约完全没有两边中国的代表，然后或者是中日台北合约有第2条、第4条、第10条解读，好，或者后续的问题。然后接下来1972年中华民国跟日本国断交了之后，这1972年的合约还没有没有有效的问题。所以才促成了学术界有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这样一个说法。好，那我们历史课就是把这个说法让学生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由是什么，然后让学生来判断。那最后要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学生以后是可以我们学生是可以投票的。好 ，OK， 那确实像姚老师讲的，也有一些国际法的学者会讲，1992年台湾民主化了，国会全面改选，谁可以投票？中华民国只有台澎金马可以投票。再进一步，1996年总统1人1票选总统，中华民国总统直选，谁投票？台澎金马，所以就会是现在的外交部长所说的，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在哪里？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反攻大陆了，就是台澎金马。所以，那我们把这些过去的历史事实跟现在的时事，其实我们的高中生会去想。那这个事情跟我有关，这个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我将来要去投票，那他后面他要支持哪些政党政治的想法？但是到1996年以前，这是历史，我们历史课会教的东西，那更让学生知道，统独从来都不是一个假议题，它是一个这个台湾人民立足世界的一个根据。而过去2代人没有读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常批评台湾人没有国际观，我们就自己开心，日子过好，有赚钱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你在国际立足需要有一个
大家都同意的身份跟地位。就像我的学生会讲说，我们的护照上面写中文写中华民国，可是英文写台湾，你是骗外国人看不懂中文是不是？然后再来，在国际上面你会看到什么自动通关，写 TWN 啊，很少写 ROC 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事实，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更年轻就在全世界走透透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嘿，这感谢老师哈，讲咱用一点钟的时间讨论是有意义的啦哈。李老师，是，我要给你请教进前，咱先来看这哈，这外交部长哈，这1952年7月份叶公超哈，叶公超啊哈，伊讲哈。中华民国立法院报告顺达中日合约范文吼，对着教会第一号是否具有领土主权之法律效力？我伤长啊，我就莫讲，我甲他讲，伊讲的吼，伊讲双方范文中定之适用范围是指我国政府控制下的一切领土，所谓控制是一种事实的状态。并无任何法律意义与法律上之主权截然不同。李老师，是啦，确实啦，因为我感觉伊这国际法读得真精呢。当然啦，因为叶公超是近代吼，大家拢感觉讲伊是甲顾维钧共多用的呢吼，拢是近代中国史当中少数几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官啦。好，顾维钧迄当中那边一战。加这个二战到尾驻美的时阵，拢对为中华民国。所以老师，你对于讲这个看法是啥物？当然，对伊来讲吼，伊嘛感觉讲吼，对，因为伊是负责加日本的担保嘛，所以知影讲日本坚持的立场就是讲吼，就是安尼。即马你控制，你个讲是后摆这所以老师，伊后面的代词是讲啊。卖遐啰嗦啦，即马安尼会当签就真好啊。因为后摆安怎，无人会知影。因为当初你讲对啦，你讲中华民国想要反攻大陆嘛，问题是敢有法度？啊，问题你还未造成迄个事实的时阵，对日本来讲，你即马控制嘛是讲台澎金马嘛，所以对因来讲，你即马刚个讲的，即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嘛，讲个即马合约生效以后，台澎金马。加两句，讲无法律意义，佮无法律上之主权，拢完全无共。因为这个较麻烦啦，因为对因来讲，迄当阵中华民国甲日本也未建交啦。来，我请读国际法的老师。真简单解说吼，因为合约、条约，双方是有责任的，所以日本会问嘛，讲我甲你签这个物件。佮你对偌大的范围，对吧？你要负责任。叶公超真巧啊！伊讲我有法度控制的范围，我有法度负责任。但是照迄阵啊，中华民国的立场，伊控制的所在，毋是干那伊宣布主权的所在，因为主权宣布的所在，包括伊无法度控制。所以伫即个方面，一方面满足国际法的要求，一个国家顾全事实。伊个顾全呀，无啦，顾全张介石会面水，会对，因为张介石讲我是代表全中国嘛。哇，佫真熬做官。你日本来讲，你若代表全中国，你有法度替中国较大的所在负责任无？哦，是呢。无啊，我敢若有法度对台湾这个部分负责任嘛。所以对日本来讲 ，OK， 你若敢若有法度对台湾负责任，咱就敢若甲你中华民国的范围。认同，你就敢若伫台湾这个所在。老师，伊佫加两句讲无法律意义，甲法律上之主权，迄种拢无关系，拢无关系。不，迄就是中国代表权的争论伫个嘛。我中华民国的法统包括全中国，我伫国际社会代表全中国。佮日本讲，佮你有影才通讲哦，佮有影是啥？我有效控制的范围。哦，而且真趣味一个美角伫遮啦。而且当阵日本甲中华民国也未建交啦，所以对日本来讲，他当然伊对日本来讲，伊感觉讲他有疑问，他就有疑问，比如讲，就我要甲你交朋友，我是交你后面去大人，还是交你这两个小朋友啊？我就讲嘛，
进前日本其实一开始因是想要甲北京签啦，吼签合约啦，因其实是要甲北京签，啊像何老师咧讲嘛，美国逼伊一定要跟台北签嘛，所以不得已所以在这个用词上就会比较含糊。哦，冇这意味就对啦。一定会啦，因为你讲唔知影你后摆会安怎啊？因为对因来讲嘛，而且两国还未有这个外交关系啊，所以对因来讲，你控制的所在到底是安怎？所以美国足济，你所以看。叶公差我们才会讲啊，有讲现在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算，安尼呢？因为我看这蒋介石咧骂丹霞哦，丹霞哇骂啊呢，我你讲这。讲到什么复兴基地，可能我细汉时阵读的册拢无共款呢。吴老师，这边来解说讲，这一时风驶一旁船，咱这民族伟人，人伊就真不识的。我感觉伊是真不识的。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宣布中华民国灭亡了。那个时候说我们灭国了，他亡国了，对啊。但是老实说啊，那是嘴巴上讲讲而已啦。因为宪法还在那边，法律还在那边，所以我才刚刚一直讲说哈，我们有时候不要太阿 Q 精神。美国是独立建国的，美国是从英国独立建国，美国那时候死了大概军人死了25000人，美国的国民也不过大概就是250万人而已，死的伤是多的，包含平民死了5万人。那个是打了一仗死了人才建国。那我们有时候就是阿 Q 精神，这样想那样想，然后说就是我们自己要什么，重点是我们要什么，不是美国人要什么啊。因为你看，从美国的现在这几年的布局，老师，美国人爱什么嘛，真重要哦，不是吗？他要什么呢？他现在要什么？他现在可能爱你的台积电啦，要爱你这个风刷，爱你个军事创较用的，不是吗？所以你希望台湾变那样子吗？不是我希望，无希望嘛。老师，跟你讲的讲逻辑赶快。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应该是有手有为啦。因为其实即便到现在哈，优秀跟优为这件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美国在跟中国大陆他转承认去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他那个一中的概念，它是当然中文是靠中国大陆那边承认嘛，英文就是 acknowledgement， 用 acknowledge 我认知到这件事情有一中，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其实就是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留一个后路在那个地方嘛。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玩这种文字游戏。那对我们来讲说，我们也可以就是说，那刚刚讲的叶公超那种讲法，那就是好，在中国大陆，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大陆人是国民，那公民只有在台湾，所以投票纳税只有台湾人可以这样做。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这样做。公民 ，citizen 跟 national 是不一样的概念了。所以像波多黎各，川普的阵营说波多黎各是漂浮垃圾岛，但最近 F-35从那边出发嘛啊。波多黎各，它一开始就是美国的属地，属地是国民，是 national， 它有护照，它护照只是国民的护照，不是公民护照。后来才修法变成公民，但是现在包括像萨摩亚这些群岛，它还是美国国民，它是属地，它没有公民权，所以它不需要缴联邦税，但它也不能选总统，它也不能够选参议员、众议员。无啦，因有选啦，但是无法度开会投票啦。那就假的嘛，就跟华府现在就说他希望变第51州啊，抱歉，51州是加拿大，不是华府啊，所以他就没有代表，代表是假的，是假的议员，他不能投票嘛。但是老师，你安尼引起我想一个想法嘛，真正面哦，就是讲咱拢是真的呢。所以你知道在台湾很有意思哦，大陆人这样吃我们豆腐，下次有机会大家到大陆的这个机场去看，在台湾我们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什么 citizen。Foreigners， 那台湾人一定走 citizen 嘛？那港澳大陆人走 non-citizen， 抱歉是 non-citizen。好，就这样分开了嘛。到大陆去看啊，他们是吃豆腐的。他写什么 ？Chinese nationals，foreigners。那台湾走哪边 ？Chinese nationals。那他有一句老师的逻辑。所以从两岸的至少目前，包含美国的一中的政策来讲，它的法律用词其实是对的。那我们被吃豆腐了。我是唔知影讲是像假象的豆腐吼，但是我所知的就是讲，美国人伊都要贸易海啦，国家讲伊就要贸易海，咱事实讲，但是伊要贸易海当中，咱安怎会当保持吼？唔通叫规个家家都有别个，吼所以可能是老师所讲优秀有为啦吼，但就历史的这事实来看。美国人即摆即阵时弹出来，是亲像姚老师他讲的，讲哎呦，我即摆中国人甲咱起一边去，啊美国人甲咱搁
加一个物件，互伊小可浮转来。老师你安怎看？我觉得有一个要声明的，就是说，为什么美国要丢出这个东西？是因为中共在1980年代它的宪法修改的时候，它加了一句没头没尾的，它宪法的序言哈，全世界很少宪法有这么多前言那么长的哈。他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那在中共的解释，中华民国是什么？写在南京的那个石碑上，中华民国1912到1949。所以中华民国认为继承大清，所以拥有了台湾跟澎湖。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认为他继承了中华民国，所以他拥有台湾跟澎湖。于是他想要把台湾问题变成他国内问题，那于是他就可以用内战结束内战的方式来合理主张他有权利可以用武力统一台湾，这个是现在台湾人最害怕的事情，恐怕也是美国觉得对他的西太平洋利益不利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台湾地位未定论，正好要断开这个连结，就是无论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无权拥有台湾跟澎湖，不管用武力或者是，除非台湾人民愿意照公民自决，要不然的话，中共绝对不可以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的现实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我们也不能阿 Q 的认为说，中共讲话他自己讲，这就是所谓有为有守、有守有为的地方，应该在这里。顺便再讲一点，1952年确实，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到说，日本之所以要跟台湾签台北和约，原因是因为美国促成的。对呀，1952年的总统是谁？共和党的总统艾森豪。艾森豪是唯一一个美国总统有来访问中华民国，访问中华民国哪里？就是台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历史课本都会教学，那么考试会考哦。韩战拯救了中国国民党，让美国改变他的国家政策，转而支持在台湾其实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权。所以从美国共和党的角度来看，今天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忘恩负义的感觉？有没有一点美国要提醒国民党，你要记得以前的60年前的恩情，70年前的恩情，这个。你今天的态度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值得玩味的事情。来闭口讲一个话。无啦，我你讲，我知影，即马足侪台湾人民哦，定咧讲啊，你国民党就是舔共啊，好亲共啦，其实唔是安尼啦。我必须讲啦，你若讲舔共亲共哦，国民党是在野党，伊无权利卖台，伊要去卖台。权力是踮咧总统府遐呢，偌亲的手头的啦。你讲咱的立法委员去迄个大陆访问，就叫做卖台。我请问一下，迄当阵赖清德家己嘛去过上海哦。迄当阵高雄市长陈菊嘛则去北京哦，甲迄当阵的国台办主任见面啊。那毋讲伊两个卖台。为什么变讲在野党的卖台？第二个，国民党的立场吼，其实是讲两岸爱和平共处。唔是讲因为党章还是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讲两岸统一前。老师，现实来讲，伊回零基安，对你头壳顶来背来背去。当然啦，我家己吼就向来我家己的看法是讲，咱向来爱主张是讲。中共若做唔对的代志，对咱台湾无好的代志，你不管调也不管倒一党，嘛是爱去骂嘛，对不？嘛是爱骂嘛。当然啦。你认为中国有咧，咱国民党有咧骂讲，你飞行机飞来飞去，你甲它转去？其实有骂啦，问题大概骂。大家敢讲你咧讲笑话嘛？没有，老师你像你头咧骂我嘛，和你讲啊。对啊，问题是讲，我是感觉讲，那只要做唔对，你就要骂回去，唔是讲你选择性骂。迄当阵我会记得嘛，迄当阵赵少康代表国民党咧选迄个副总统的时嘛，选副总统选举，伊就讲啊，中共做唔对的，咱就要骂回去。这本来是安尼啦，就是因为咱长期无骂，还是讲长期选择性的。讲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爱个骂哦。当然啦，咱来讲的是讲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民党来讲，还是对台湾人民来讲，
这是确定的啊。所以老师，你应该是一中各表一排哦。当然咯。哦，呀，老师，来，其实咱时间有限哦，这简单做一下结论啊。结论真简单，就是讲，咱爱就历史的事实啊，加法律去讨论。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各有的意见啊。但是我会感觉讲哦，咧讨论包括台湾地位，咱讲的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所以照联合国、照各国的认知，美国一直有一个立场啦。这立场就是头先是讲台湾地位未定，然后伊伫迄个前日一任的 Trump 甲拜登，佮到即马，伊拢坚持讲伊无爱对台湾的主权表示立场。所以就是咧真强烈咧对抗中国迄边，中国一直强调台湾地位已经确定啊。所以老师认为可以逼啊咯，我甲你讲，台湾未定论，你是啥呢？搞出来就是安尼嘛。佮即摆是爱顿解咱台湾，就像甲拄仔几个来宾咧讲，有为有守，还是讲咱爱表示咱更较清楚的即个观念。佮这是咱即摆爱做的，包括外交部、包括总统府爱做的部分是伫遮。拍摄，稍微有无时间好好讲哦，拍摄，谢谢。谢谢。